7月31號 DFS 廣東道最後一日執咗，就好似其他60間老字號咁執咗。不過呢一次執同其他60間唔同喺邊？呢間店冇咗嗰一日 ，LVMH 個銀包唔係空咗，而係換咗一張中免嘅股票坐低。呢個唔係執，係換裝。大家好，呢度係關你講事研究所，我係你哋嘅 AI 首席研究員妍希。今日呢條片唔講執笠故事，我哋研究3件事。第一 ，DFS 賣俾中免呢單交易嘅真身；第二，陸客、外派家庭、本地中產3大水源點樣一輪一輪抽走；第三，60間老字號執笠嘅共同罪魁。睇到最尾你就明，香港唔係零售寒冬，係零售大清洗。呢件事關你事，關香港事。先由呢一間店講起 ，DFS 廣東道 T Galleria 佔咗成棟廣東海運大廈嘅面積，做旅客免稅店做咗成20年。呢一間店之前試過每日排到要嗌位，你依家去廣東道行到大廈門口，掛住 Final Days 全店清貨嘅紅色橫額，7月31號最後一日。呢個場面，你去尖東、銅鑼灣、中環、油麻地，去邊都見到。醉瓊樓、國記粥店、印尼餐廳、雅士連鎖嗰邊呢，富林漁港執咗 Lori 網店全撤，酒樓集團少咗290間。到而家60間有名有姓嘅老字號連鎖店執咗。由 DFS 呢間旗艦講起，今年1月20號，中國中免即係 CTGA+H 上市嗰間央企向香港交易所披露咗一份收購文件。佢話買 DFS 大中華業務，呢份文件裏面有一組數字，呢一組數字唔係 LVMH 自己年報講㗎，係中免向港交所申報㗎。中免要證明佢買嘅嘢有幾多利潤，所以要出示 DFS 港澳目標門店嘅淨利潤。2023年9.65億人民幣，2024年1.28億。一年跌咗86.8%，一間旗艦免稅店1年之內淨利潤蒸發近90%。一間咁大嘅店1年蝕成咁，業主唔會想繼續俾佢做落去 ，LVMH 自己更加唔會想繼續蝕落去。咁點算？賣俾邊個？中免。咁講到呢度，你直覺可能會覺得好啦，都係典型嘅外資賣殼、央企接盤，但係唔係咁簡單。呢間店冇咗嘅一日，LVMH 佢做咗一單好多人冇留意嘅嘢。呢單交易嘅真身係咩？呢個位係今日條片嘅第一個反轉。好多媒體講呢單交易嗰陣都係咁講㗎。LVMH 87%利潤蒸發賣殼俾央企，講到係外資投降咁。但如果你將 HKEX 嗰份披露文件揭落去多幾頁，你會發現件事唔係咁圓。LVMH 集團旗下嘅 Delphine 公司同 Miller 家族信託，即係 DFS 創辦人 Miller 家族嗰條線，一齊向中免認購 H 股，認購幾多？兩者合共8937600股，認購價幾多？港紙77個2毫1，呢個價比較公告當日中免 H 股收市價港紙87個4，折讓咗11.66%，條件呢1年禁售。即係話 LVMH 一邊賣 DFS 大中華俾中免，另一邊反手用低過市價11.66% 嘅折讓喺同一間中免度做咗一個小股東，而且係揸實1年嘅嗰種。咁我哋回翻轉頭問一個問題：一個真係投降、真係撤退嘅賣家，會唔會反手認購買家嘅股票？唔會，除非你識條數。即係話 LVMH 呢單唔係退場，係換股，唔係投降，係換裝。所以你見到公告當日，中免 H 股一度飆咗12%，收市升3.7%。CTG 拎到嘅唔止係一批門店，係 LVMH 呢類頂級奢侈品品牌嘅入場券。你諗下 ，DFS 呢個品牌係全世界高端奢侈品同免稅零售嘅超級渠道，中免拎晒，而 LVMH 呢邊呢坐低。等下一陣，呢個先係呢單交易嘅真身。但呢個框架只係解釋到一間 DFS 廣東道 T Galleria 執咗係 LVMH CTG 換裝嘅副產品，因為條件未達到，廣東道被剔除出收購範圍，由 LVMH 自己埋尾。咁其他60間啦，醉瓊樓後面冇 CTG， 國記粥店背後冇跨國換股，富林漁港執嗰陣冇人反手認購邊個嘅股票，佢哋點解都執？呢一啲店佢哋喺食邊一陣？
咁我哋要拉遠鏡頭睇香港零售嘅三大水源。香港零售同餐飲呢個詞過去20年主要有3條水喉撐住成個生態。第一條內地客水源，第二條外派家庭水源，第三條本地中產水源。呢3條水好多人以為佢哋係一齊幹㗎，但你如果認真對數，你會發現3條水唔係一齊斷，係一輪一輪咁抽走，而且每條水嘅斷法都唔同。先講內地客。有份經濟報告咁講，內地旅客來港購物開支佔佢哋總旅遊消費嘅比例，2018年係70.5%，2026年第一季跌到得44%。過夜嗰啲咧，人均消費2018年係7000蚊，到2024年跌到5000，到2026上半年5007蚊。呢個數字係2009年金融海嘯以嚟嘅新低。換句話講，計埋通脹，呢一陣內地客係比金融海嘯後嗰批仲慳，但更加要留意嘅係另一組數，訪港旅客人次回復到2018年嘅84%，訪港旅客總消費得返2018年嘅69%，即係話人係嚟緊，但個銀包唔喺度。84個人入嚟，只帶到69個人嘅錢。呢個位你去廣東道自己感受一下就知，各大名店買嘢嘅氣氛同2018年已經差咗好多。跟住第二條外派家庭水源，香港美商會今年做咗個調查，話92% 會員企業無意3年內離開香港。呢個數字媒體用咗好多次，用嚟講外資冇走。但你聽我講咯，一個企業話留係香港，同一個中層外派全家人喺香港消費係兩件事。企業可以留返間公司喺香港做地區總部，一個牌、一張台、一個 CFO， 呢啲可以好慳成本。但屋企可以搬去新加坡，可以送返英國。你想睇實質，去睇國際學校非本地生比例就知。ESF 英基呢啲頂級國際學校，非本地生比例規定要達到70%，咁即係規定要有70%外派家庭嘅小朋友。2026年 ESF 跌到66.1%，全港加埋8間國際學校未達到配額。跟住去到第三條本地中產，本地中產有冇走？官方數字冇移民離場總表，但我哋可以用側面數字睇。樓花撻訂，2025年全年881宗係3年新高，2026年第一季167宗回落。中原地產預測全年跌到大約550宗。咁881宗算唔算多？計埋2024年過去2年撻訂總數超過1400宗，即係話過去2年有超過1400個買家情願蝕訂都唔要層樓。呢個只有幾種可能，移民走人係其中最大嗰種。另一組 UBS 同瑞信呢啲頂級私銀，過去6個月香港客戶流出總計大約300億美金。但呢一組要小心，2024年開始有部分錢流返香港，因為新加坡開戶審批越嚟越嚴，有離場亦有回流，唔可以話一面倒走晒。咁本地中產走緊，又有部分回返嚟，空咗個位邊個接？內地買家。2026年第一季內地買家喺香港置業金額430億，單季歷史新高，約佔全部私宅買賣1/3。3條水源冇一齊斷。係一輪一輪咁抽走，再一輪一輪咁換人入嚟。咁問題嚟啦，換人入嚟嗰批，佢哋使錢方式同走咗嗰批一唔一樣？你先聽個數字，高才通計劃截至今年年頭累計批出126000宗，當中94% 係內地申請者，連埋香港所有人才引進計劃，總共帶咗27萬人才來港，加埋家人受養人24萬，合共51萬人入場。呢一批人係咩人？立法會文件寫得幾清楚，續簽群組月薪中位數大概4萬到5萬蚊，比全港中位數高95%，70% 係40歲以下。每年直接經濟貢獻估計340億，但走緊嗰批同嚟緊嗰批係兩批完全唔同嘅消費 DNA。香港中產消費慣咗揾香港嘅店鋪去買，但高才通嗰批新中產嘅 DNA 係點？佢哋喺國內已經完全習慣咗淘寶、京東、拼多多，買奢侈品會出國買，食嘢唔係茶記，唔係酒樓。咁本地嗰啲中價位品牌
茶記、酒樓、地道老字號喺呢一批新中產嘅日常裏面，位置變得好尷尬，所以60間執笠嘅老字號，好大部分就係中價位。咁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只要業主減租都可以捱得住，咁點解60間店一齊死於同一個結構？呢60間老字號執笠係死喺同一個結構下面，呢個結構叫業主邏輯二元分叉。業主分兩派，第一派叫大信託派，領展、置富、越秀、冠軍、開源、陽光呢啲上市房地產信託，呢啲信託有一個好特別嘅規定佢哋每年要派息俾單位持有人，派息比率通常要90%或以上。咁佢要派息，佢就要維持個 DPU。咁維持 DPU 靠咩？靠出租率。出租率一跌，租金一跌 ，DPU 一跌，股價即刻插水。所以呢一啲地產信託係主動減租補出租率㗎。咁另外一派呢係街鋪單一業主派，呢啲主要係銅鑼灣、中環一線街鋪、廣東道、羅素街，好多係家族老業主或者係私人投資公司揸嘅單棟鋪位。銅鑼灣、中環一線街鋪過去2季零空置率，但銅鑼灣街鋪租金跌1.2%，尖沙咀街鋪跌4.6%。呢啲鋪雖然掛住招租，實質好多係落閘，喺市場眼中係假招租、實丟空。咁點解業主唔減租？業界嘅普遍分析係咁：呢啲鋪業主揸住嘅唔止係個鋪，佢背後仲有按揭，按揭嘅貸款價值比係按鋪頭嘅估值計算㗎。估值又係按咩算？主要係按 cap rate 機制。如果佢正式減租，年租金一跌，估值就向下重估。一重估可能低過按揭數，銀行就會叫佢補資本、call loan 甚至斷供。所以佢寧願空喺度，租單保住原本嘅市場租金。呢兩種業主加埋一齊，就構成咗一個中價位死亡地帶。商場入面嘅中價位品牌，就算業主減咗8.2% 租，都仲貴過北上。街鋪業主寧丟空唔減租，中價位品牌根本上唔到高階位。你冇 IFC 個位，上唔到，只有落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你咁講，香港零售又執又清洗，但呢1-2個月官方零售銷售又升7.9%，GDP 又升5.9%，呢啲數字唔係幾好咩？我提你一句，呢啲數字係真㗎，但呢啲數字係皮。你揭開皮，呢副骨架係 K 型骨架。上半話係咩？高端 IFC 1-2期甲一寫字樓租金今年加23.4%，租嘅係跨國金融高財通企業。高端奢侈品消費加14.2%，係少數走高嘅類別。下半話係乜嘢？60間老字號連鎖餐廳執緊。呢一副骨頭你合埋一齊睇，上邊嘅人越揾越多，下邊嘅人越慳越勁，中間嘅人就塞住。咁 GDP 升邊個貢獻嘅？主要係上邊嗰批新中產、跨國企業、高財通、內地買家貢獻咗個表面數字，小市民只會感受到電費加價、街市買餸貴咗，條街又執一間你有回憶嘅店。一批中產走咗，但另一批新中產嚟緊，一批消費 DNA 退場，另一批 DNA 上位。呢個唔叫寒冬，寒冬會過，呢個叫大清洗。講到最尾，你會問呢個換血過程會唔會有一日搞掂晒，新香港穩定落嚟？呢件事冇人答到你，因為呢個係活喺我哋度嘅一個大實驗。但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同你講，香港唔係零售寒冬，香港係零售大清洗。清洗完之後重組成邊個樣，就要睇下一批業主、下一批中產、下一批消費者畫咩地圖。留言同我分享，你屋企附近有邊間老字號執咗令，你覺得可惜？你月頭出糧扣完租、扣完差餉電費，你感受最深嗰組數字係邊組？記得訂閱，開埋鐘仔，我哋下集見。